今年64歲，喺呢5年一直照顧佢行動不便嘅丈夫。困難啊，有時即係自己想，即係唔開心啊，咁樣咧又唔可以同佢發泄啦。其實佢又唔想噶嘛，咁唯有自己行開一邊咁樣嚟到冷靜一下咁樣咯。其實咧，我對口琴一啲認識都冇嘅。咁我咧學咗之後咧，我開心又可以吹下，咁唔開心咧又可以吹喎，當係一種發泄。我哋即係去參加一個活動咧，我哋唔係話咁容易嘅。我哋要搞好晒嗰啲嘢，擺低咗俾第二個接手啦，咁先至可以出嘅啫。咁變咗咧，即係有時咧湊佢咧嘅壓力咧係好大嘅。其實咧，我就想佢多啲出去見多啲嘅，因為佢都係比較自閉啲嘅。一來又話自己即係麻煩啦，即係如果佢出去一次咧，佢就要拎好多嘢啊咁樣咯。咁啊同埋即係好唔方便，因為我即係輪椅嘛輪椅咧咁樣搭車又係唔方便嘅。咁你會唔會吹口琴俾你先生聽㗎？我練嗰陣時佢都聽到嘅。哦，佢有冇俾啲咩意見你啊？有時咁樣俾個手勢我。明白。最開心就係第一次出去表演啦，咁樣大家一齊咁樣，即係同學一齊，大家練啊，練完之後又大家約埋一齊去現場啊，咁樣你又幫我，我又幫你咁樣咯，咁係比較難忘嘅。返到中心上堂嘅時候咧，咁唔多唔少，你隔離左右都識咗啦，咁又依家又識到阿楚叔所以大家互相問下阿楚叔佢比較熟啲咯，口琴就我哋唔識嘅咧，可以問下佢。點解嗰啲人唔識嘅啫？佢就冇一個出嚟同人交流嘅方法，又驚呢樣又驚嗰樣，所以嗱呢啲咁嘅集體嘅嘢咧，你做多啲咧，可以醫到嘅。我希望咧，你哋咧再搞多啲呢啲口琴班咧，係特別俾啲照顧者咯。其實咧，佢啲照顧者咧，如果係參加呢啲咧，真係咧唔開心咁樣吹下咧，係一種發泄嚟㗎，我覺得。因為有時咧，佢哋好難揾到人哋嚟到傾訴啊。咁樣咧，希望佢哋咧有個好嘅朋友咧，有時大家喺度講解下咯。咁或者有時間嘅都去啲中心參加啲活動咁樣咯。